观众朋友大家好，今天的直播是来给老婆歌声，直播开始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《可可托海的牧羊人》。来，这首歌曲由咱钢琴老师来给咱献唱哦，来给咱泡泡啊，谢谢。那夜的雨也没能留住你，山谷的风，它陪着我哭泣。你的驼铃声仿佛还在我耳边响起，告诉我你曾经来过这里。我酿的酒喝不醉我自己，你唱的歌却让我一醉不起。我愿意陪你翻过雪山，穿越戈壁，可你不辞而别，还断绝了所有的消息。心上人，我在可可托海等你。他们说你嫁到了伊犁，是不是因为那里有美丽的那拉提，还是那里的杏花才能酿出你要的甜蜜？毡房外又有驼铃声声响起，我知道那一定不是你，再没人能唱出像你那样动人的歌曲，再没有一个美丽的姑娘让我难忘记。我酿的酒喝不醉我自己，你唱的歌却让我一醉不起。我愿意陪你翻过雪山，穿越戈壁，可你不辞而别，还断绝了所有的消息。心上人，我在可可托海等你。他们说你嫁到了伊犁，是不是因为那里有美丽的那拉提，还是那里的杏花才能酿出你要的甜蜜？毡房外又有驼铃声声响起，我知道那一定不是你，再没人能唱出像你那样动人的歌曲，再没有一个美丽的姑娘让我难忘记。心上人，我在可可托海等你。他们说你嫁到了伊犁，是不是因为那里有美丽的那拉提，还是那里的杏花才能酿出
驼铃声声响起，我知道那一定不是你。再没人能唱出像你那样动人的歌曲，再没有一个美丽的姑娘让我难忘记。可可托海的牧羊人。哇，谢谢，感谢咱观众朋友准时收看。安尼老师唱一首歌，迄美玉姐啊，吼，敲电话开，甲你拍鼓拍几落遍。谢谢。哦，感谢你啦吼，安尼就是点歌哈。谢谢咱美玉姐、金桥姐、文龙大哥，还有咱这淑美姐姐、素英姐、有大哥、有大嫂啊，美珠姐姐、申叔哥哥啊，秀仁大哥，好，秀仁大哥来，恁的破箱当中有收到啊哦。哦，明艳大哥、惠美大姐、有大哥、有大嫂，咱这个哦，美容姐你好哈，哦，来谢谢哈。哇，今仔日呢，这无一个开始，老师你唱这首歌，遮侪人欢迎呢。拜迎啦。系啊，还有咱一礼拜开始。咱这个啊，兰玉姐姐啊，美珠姐啊，婚莲姐啊，明红哥哥啊，宝丹姐啊，还有咱这个哦，耀星大哥哦，感谢你啦。讲叫这今仔日。吼，这星期一啦，啊，这个我讲哦，嘿啊，你看嘛，9月啊，是9月啊，吼，8月撒由那拉再见啦，9月你好，嘿啊，我咧讲，咱若讲看到9月时阵，真正8月15日咪就到啊，是啊，啊，有个人讲，9月份是新历啦，是啊，对，啊，了8月15就到啊，是啊，对啊，会记你，等几工7月半尔咧，拜拜。哎，对。所以讲吼，人讲，哎呦，时间，尤其是年过50以后，你会感觉讲时间伫咧过，哪会遮紧着？是啊。哦，啊，有个人就安尼讲啊，哦，迄猫咪人吼，伊过甲足好，人人生过甲足精彩啦。真好啊。真好吼，嘿啊，但是有个人呢，伊讲啊，我当过了无好，若无好的时阵，你要当做经验。所以讲就这吼，不管你过了安怎的对啊，也不要在意啦。吼，唔免讲说心过头放心肝头的意思啦。对。啊，若是讲就这美好的、真好的，叫做啥？精彩。精彩。吼，啊，若我讲啊，最近的是过去啊，真不如意的时阵，甲当做一款的这个经历。经验啦。经历，吼，对。拢总会使的吼。是啊。啊，除像这个咧，新的一月这个年份，或者9月份啦，吼。所写的一切心吼，是重新的开始就对。不管讲像伊的天气是如何啦，吼，就是讲日常生活，你知无？有当时有阴晴圆缺嘛。会记得爱带上自己的这个太阳，就是这个信心甲力量的意思啦。吼，安尼，啊，你有偌努力，迄时间拢会知呢。哦，时间拢会知。这个路。搁较安那对吧啦吼，总是讲有像这个吼镜头，吼，嘿，无论如何就对啦。嘛是要什么镜头就是讲着终点站啦。对啦，嘛是讲起来啊，这个代志的时阵吼，伊嘛是一个结束的时阵啦。对啊。安尼，呀，我咧讲的是这个过程，咱是毋是有经过咱的努力？对吧？咱的拢一直吼都要坚持努力。对。来甲伊行落去安尼。好，来，谢谢大家哦吼，一首歌曲哈，咱可可托海的牧羊人，今摆要来进行着咱头一阶段，甲咱观众朋友来互动点歌哦。今仔日可安排6首歌曲，头一首歌曲，痴情的下场是啥物？明知你爱是别人。偏偏将你当作情人。第2首，飞在风中的小雨。世间只是淡爱的话，不
管你相信也无，这代表我爱你。第三首《流浪天涯伴雨打》。啊，风铃加添阮寂寞心情，红色的雨打伴在行程。第四首《无情的十字路顶》。为着环境来疏害，拄着父母无理解。来，第五首《伤心酒店》。暗淡酒店内，悲伤啥人知？痛苦吞腹来。将会讲要搁付出啦，10月好来第六首《水中月》。你梦变成水中月，你捌讲过，你捌讲过，打拼为阮痴个。来，谢谢，哇！感谢线顶金门的林大姐啊，咱的台北市木虎大哥，谢谢桃园的邱经姐啊，宜兰这边的洪英姐啊，哈，来恁的抱声有收到哈，来，咱准备另外来敲一通哦哈，专线电话就是点歌的专线电话来8326-317。8326-317。欢迎头一位观众朋友上线。哎呦，明豪哥哥，哎，哇，今仔你上高赞。严大哥，大家都顺顺盈盈嘛。安尼哦，好好。多有浪胖啦。浪胖啦吼。啊，叫恁两个好啦。好，感谢你。大家拢好。我今仔佫穿同款的吼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来，今仔想要听倒一首啊。很帅啊，好像一款路呢。啊，大哥一直甲你学了。好来，啊，今仔要听倒一首。祝我发财啊！收到啦。哦，感谢咱来明福哥哥哈，来，你要互咱观众朋友大家拢发财。来哦，你好。喂。阿嫂。哎，哦，美女。哎，来来。今天较水哦。较水啊。大家拢足水哦。去整理起来。外国老师好。你好，阿叔啊，你嘛好。啊，我来点，诶。5到6票，5到6啦。阮大哥讲话啊。心机哦，谢谢你，谢谢，好。好来，汪妈妈。啊，我上爱听你的歌哦。赞。哦，我要听第3甲第5个。3甲5。好。哦，谢谢吼，啊，都搞播呢，我拢播几来听呢。哦，真好，谢谢。谢谢。播几来人来看你这趟。谢谢哈，感谢咱吼，这台北市的文山区的王妈妈哈，来，阮足姐啊，来，阮足姐你好，哎，两位好，到北投的阮足姐姐你好，哎，今仔要听倒一首，听13，啊，我写开，痴情的夏天。好，我真无上班，拢听恁，拢看恁的节目啊，谢谢，安尼吼，好，谢谢你哦，感谢，谢谢，老朋友了哈，秀芬姐啊。芬姐啊，你两个好，好，我点第5组甲第6组，5甲6，哎呀，你两个早拢穿同款色的哦，是啊，哈，哎呀，因为我知安尼恁较介意看，较好看啦，好啦，谢谢哈，哦，感谢咱观众朋友啊哈，这像讲秀芬姐也好，也是讲咱这汪妈妈，这看咱的节目当中要一直拢一段时间啦，啊，咱节目呢有分做2个阶段，头一阶段就是吼，咱观众朋友来点歌。阮安排6首歌曲，咱也感觉讲，哎，我这6首我其中倒一首歌会使吼，
你会使敲电话开点歌。哦，啊，咱第二阶段咧，哦，阮先行2首歌曲，第二阶段才搁互咱观众朋友呢，哦，要来互恁摇歌，哇，摇歌就真趣味啊，吼，动动头脑，吼，动动头脑。迄有真侪时段讲，哇，迄歌真好摇咧。当然咯，我哪有可能唱迄种歌足歹摇，互咱观众朋友吼。物件要送你嘛，啊，送一下，互咱安尼每个观众朋友，咱感觉讲会摕会到吼。来，一首或者情歌对唱的《伤心酒店》，老师先做准备哦吼。来，训练者哦。喂，阿姐。李大姐你你好。嘿，今仔要听倒一首？第3甲第5。安尼哦。3甲5。哦，我写开哈，谢谢哦吼，我等下来唱迄个第5首，互恁听哦吼。第5首甲安排咧上头一首哈。好来，准备哦，好势哦吼，《伤心酒店》。酒店内，悲伤啥人知？痛苦吐白来。一杯搁再来，你若有了解，莫问阮对倒位来。不管讲出来，有自藏心内，感情是落的无奈。找无真情爱，因阮心悲哀。有爱也罢，无爱嘛开我，今夜破阮心孤单。酒店内，悲伤啥人知？痛苦吐白来。一杯搁再来，你若有了解，莫问阮对倒位来。多情的世界，找无真情爱，因阮心悲哀。有爱也罢，无爱嘛开我，今夜破阮心孤单。今夜破阮心孤单。伤心酒店。哦，来，谢谢大家，老师准备最重月哦，哇，
咱的小龙弟大哥，你拄则咱无敲电话开点歌，谢谢你的婆声哈。蔡妈妈好，美玉姐、神鼠哥哥，咱的惠美大姐好，我妈妈佳佳拄则袂使会付吼，无伊拢会敲电话开点歌吼。李竹姐啊，小兰大哥，感谢刁兴大哥哈。龙弟大哥，谢谢你默默的婆声，江林芳林拢总收到。包括讲的明福哥哥，你敲电话开甲咱拍婆啊，邦桥咱的阿朱阿姐，谢谢。来，今天的节目每一天，咱拢这个时间，咱观众朋友就甲咱锁定，由江林甲芳林来甲恁做服务，当然咱伫节目当中，都唱歌，真侪歌曲，恁平常时可能听较袂到的，因为咱一般是拢以老歌为主啦，中间有一寡中古，像我小等要唱的这首歌曲，算中古的啦，嘛超过20档了吧？中古是中古，唱出着真侪人的心声。对啊。这个黄以玲，是，这个歌林唱片啊，会使讲销售量真大，对啊，真大一个歌，真好听，真有感情。水中国，以一个掌声，掌声甲鼓励一个谢芳林小姐。谢谢。来，正道大哥好。情水中花，你捌讲过，你捌讲过，打拼为阮一个，为何一辈就毋捌搁相找？你望变成水中花。心交陪，笑咱袂记你所讲的话。拜会，拜会，阮有当拜会，若想要来挽回，再敢会搁予你滋味。谢谢我们的朱明场大哥，老徐大哥。希望变成水中花。你捌讲过，你捌讲过，打拼为阮一个，为何一辈就毋捌搁相找？美梦变成水中花。敢是你有
水中月。好，谢谢咱尤大哥、尤大嫂，秀芬这也收点啊。老师第三首下来安排一首或者你有拢听来判语导哈，来准备一下。好，谢谢线顶徐爸爸、徐妈妈，你今天睡过头了哈，困中昼，困了较久的款，才无卡开。后来新店的邓太太，感谢你，盛启大哥，感谢康苗姐姐，秋菊姐好，啊，感谢咱住伫嘉义这边的哦，陈明虎大哥，哦，台南哦，哈，谢谢。啊，台中东区的咱的朝兴大哥，台南的乡亲好朋友大家好，桃园泸州的音乐啊姐，谢谢，大家平安。哦，佳佳，宜兰的哈，真好正。山好水，咱我来记得吼，咱咧中间。足有真情味。啊，美燕姐，听起来拢真咸鲜。啊，对，伊若咧讲好食时，咱咧讲真好食咧。加重音。哦，来真好食。个个也愈生动，真好食，足好听，哎，真正，咱咧宜兰腔啊，介好听咧，是毋是？我来嘛讲，介好听，好来，感谢玉林妹妹哈，谢谢恁的捧花声，好，谢谢，感谢尤大哥、尤大嫂捧花声收到，满足姐啊，你好哦，哈，婚姻姐啊，木华大哥、姚新大哥，来金叶仔姐，谢谢，即马要来进行第二阶段，第二阶段就是互咱观众朋友来啦，听好歌。要歌名，对，送好礼。好礼哈！迄天江林老师一个挂落去了后，哦，你观众朋友全雄雄感觉讲，好啊，老师你挂起来拢无共款咧，气势遐好。完成光彩，对，精神百足啊咧。正港日啊吼，一粒正大粒像灵应遐大粒啊哈！来，翡翠哈。哎，对，无爱共讲翡翠足关键的，一粒啊，骨落白白咪青青。无青啦，但是吼，咱来讲。正热啊啦，啊是其实伊的色水真正是青甲足水的啦。唔是玻璃哦。唔是啦，哪会使送恁玻璃？唔是用灌的哦，哎呀，要互咱是真观众朋友真正挂平啊。安的、挂福气的呢，对无？来啊，今仔日若要挂要着，想机会甲摕到的哈，这粒哦，这个已经剩下刚刚3粒了哈。好，来准备。心叫做。
首完，因为真伤心的关系，所以讲加甲单三下。喂，美惠姐，有听真清楚无？好，来，什么歌？哦，我说做放炮啦。哦，谢谢啊。系啊，无代无志先所摄到这个秘密，啊不要紧啦，心息就好。喂，有多少？来，除了这个歌曲以外的时阵呢，我拢连线，吼，饭随我，我拢叫阿姐啦。今年敢若差不多70有啊。我自细汉的时阵吼，听伊歌听大汉，啊，足有感情的。无论讲是这个抒情的啦、怀念的啦，吼，还是爱情的啦，或者是悲情的啦，伊拢唱了相当的好。我计以我查甫囡仔的这个歌声，要大家诠释哈，咱做这个一代歌后，就是伴随我的歌曲，来，大家一块买了。我无情，咱双人也红其心，偏偏来加心。为什么你？为什么我哪会这不幸？我的一场的情景，在你我眼前。心头凝，冷冰冰，偏偏无人来讲情。为什么你？为什么我哪会这不幸？我的这首歌2字尔，内底先都唱一遍，唱差不多10外摆哦。来，咱观众别甲又看卖啊哩。好听拢伫遮啦，你歹听听袂着。哦，好听就唱袂完啊，一天的先拢点哦。江林啊，哦，我很喜欢你，谢谢感谢。系啊，哦，啊，你做这吼，你咧介绍你物件时阵安怎拄安怎？来，我甲你哦帮调一下，安尼照顾家己身体啊，对无？啊，我要甲你要求一下，点毋对歌，我讲好喏，你爱听什么歌？所以讲像安尼累积先一天的时阵呢。拢上至少5首以上啦，啊，若10天就50首啊，啊，若规年通听1000外首的，咱行得完吼。啊，我尽量大家行啊。来，我甲走一个轻松的音乐了后时阵，要来甲公布这个答案。
谢谢大家，我拢尽量搁接啊。伊吼音乐若无煞，我就较紧搁甲恁接开啊哈。啊音乐煞来准备哦吼。也拢我接起来。无法度，老师啊，嘿，我即摆搁接的时阵时间拢突破。小姐到接，对，好来哦，小姐接敢若接到有讲出来就莫接啊，好不好？好来。我来，即摆主持要来甲公布一个标准的答案。好来，第一首。柯照先生所唱红的《秋晚》，行到溪边水流声，因阮头壳疼。来哦，恭喜哦，恭喜真侪咱观众朋友摇到哈。来第二首。是咱无缘，是你我无缘无情缘，你我缘，伴随我的月圆。好，来，谢谢大家吼，来，咱节目都是。这么多人，恭喜恁哈！小等再邀出一位观众朋友哈。迄个咧摇着的时阵吼，心肝咧就欢喜啊！开心了哈！吼，啊，大家欢喜就好。对。啊，莫送开阿萨布鲁的，无伊就送像这个吼，送好你甲心肝底。对。所以讲，阮的礼物拢总有较珍贵一点啊。是啊，啊，保险。这个特殊的意义安尼。吼，小等的时阵。来，咱再来做一个抽奖。咱即马等下啊。甲咱观众朋友探讨的，咱这个身体健康的问题，你若是讲嘛，咱的节目歌用心就好，互咱观众朋友伫咧照顾你的身体，听歌以外，佮照顾你的身体。讲好话。啊，咱要照顾你的身体呢，互咱观众朋友就讲会当开到少少的钱，会当得到大的效果。有真侪时段讲说啊，我若逐工我伫咧保养也好，药啊食一大枚啦，伊讲我都有三高啦、糖分啦，啊，都安尼。里里扣扣，安尼透早白开食一啊，有当时啊吼，西药食这是有副作用当然啦，啊，但是呢，咱若讲有伫咧食西药，即摆就爱讲观众朋友啊，你有伫咧食西药，但是呢，慢啊，安尼食久的时阵，敢若无效呢。你是毋是爱搁安怎？伊是单一的啦，单一的。爱搁安怎？辅助啦，辅助。多方面的身体对，啊，你若交辅助就讲。讲你原底有伫咧食这项药啊就好啊，但是你若搁加上一寡保健甲保健，还是讲你都有咧运动，我相信讲伊的效果会较好。加倍。当然咯，甚至咱有真侪观众朋友安尼豆保养，伊的药啊是哪食哪啉哪来哪少呢？是啊。啊，你我咧讲啊，因为你啊来，你有伫咧甲保护，有咧甲调节你的身体啊，是不是？你的身体内底都欠啥物？你敢若伫讲药啊哪有？咱毋是要甲食一个地理尔。毋是要甲食一个剂量，叫做止痛的。咱是做要专方位的时阵呢，来甲伊补充。无论是硬软的筋骨啦，或者是讲肌肉，拢总甲你做阵补充较够。对。好来，我即摆来进一个广告哦，谢谢。今仔特别咧，甲咱观众朋友介绍咱这个鸵鸟精龟鹿鸵鸟精。观众朋友，为什么方玲介绍这个龟鹿鸵鸟精？自我做节目开始的时阵，就已经介绍这组啊，而且呢，信用上介好的，你免问我讲，我已经卖几十万盒啊，我已经无法度算啊，但是真侪时段真正是要起落落，要哭落要掰开，内这有当时啊内咧5、6个啊，搁内袂开。食咱这组，咱的龟鹿鸵鸟精，我咧讲吼，即摆咧起落落，包括讲做要出门的时阵，游览车，即摆算开放啊，对无？之前疫情拢无出门哦，即摆一个出门的讲，哎呦，方玲啊，我即摆游览车迄楼梯杆啊，遐大杆哦。我咧讲哦，我即摆嘛咧一开就爬起哩安尼。行无障碍。无障碍。如履平地啦。是啊，哪会遮厉害？观众朋友，我这内底吼，毋是讲啊有骨板、有鹿角、有鸵鸟精尔哈，我内底阁有鲨鱼软骨。这鲨鱼软骨吼，我咧讲吼，会当互你软 Q， 毋是干那定的要互你会用尔哦。
包括讲咱即个咕溜的时阵吼，互你安尼会轻松，会甲你点油啦。吼，软杂的这个中央啊，是啊，这个软的所在是以往共款的，有真好效果。是啊，所以讲吼，观众朋友内底佫加一种做 MSM， 吼 MSM 观众朋友人迄有单味哦。这项物件就是讲吼，会当哈，互咱观众朋友另外单一味尔，就有人咧卖啊。咱即内底伫早前咱开始推出的时阵，内底 MSM 就有啊，哈，包括讲鲨鱼软骨，迄即马若鲨鱼软骨嘛，有人讲单就卖鲨鱼软骨尔咧，芳龄即内底就拢总有。所以讲我若无安尼甲恁讲，手的拢总甲你补充。是啊，所以讲有真侪时段讲，哎哟，啊芳龄啊，迄人。我有去买呢，甚至有买一大吨转来呢，无共款吼，食看卖你就知吼。啊，今仔日观众朋友，你若真正有买过，你就知。啊，若毋捌买过来，我即马今仔共款要互咱观众朋友一个上介优惠的价钱吼，特别清楚的哈。咱进前3盒2980块，3盒3个月，因为我这甲恁讲过啊吼，我这叫做60粒装的，而且我这拢总有专利证照的。专利萃取的过程，拢总是无共款。人讲的吼，浓缩再浓缩，所以讲吼，你边边咧食芳龄的一粒，等于别人爱食8粒。这会使讲是8倍浓缩的啦。8粒哦，吼。所以讲观众朋友啊，你今仔甲咱主文交代，我一概拢总每一盒拢总是60粒装的，请你认明60粒装的哦，吼。芳龄甲江亮老师咧介绍的哈，3盒2980块，今仔加码哦，提供4盒。4盒甲你收3000块，4盒收3000块，哇！一盒的时阵1个月份呢，我等于讲，我等于我咧讲吼，今仔日这档期是买2盒，800几块，搁送2盒，买2盒搁送2盒无吼，4盒我咧讲啊，一盒剩750块啦，750块，算数较好咧哈。来，观众朋友，安尼恁做后生的嘛哈。如果你今仔甲我买大组，因为足侪时段讲说啊，我着2个人某同齐要做照顾，一届我就是半年份甲买倒转去。恁今仔甲我买大组的，2组细组的，2组细组就是安怎8盒对无？8盒就偌济啊，6000块。今仔我加码哦，今仔我甲你斗好变10盒，8盒6000块啊吼，甲你斗搁加2盒互你。所以讲你即马摕到的时阵吼，10盒。甲你收6000块，一个月份哦，长老30天哈，一个月剩600块。我今仔绝对要互咱观众朋友食到全世界上介好的龟鹿鸵鸟精，吼，品质上介好。8倍浓缩的后日精，对无？咱就即个咧，咱这个后往水的对无？吼，是啊。咱这是啊，水的时阵吼，佮浓缩开，浓缩100倍，再变啥？变精的对。龟鹿鸵鸟精，吼。那就这个3宝胶囊先，对，你甲提灯食，互你行路，吼，互你行路有风啦，对，互你坐时阵就安尼真停啦，安尼啊，安尼我咧讲吼，人啊有得还起咧较虚的，即种挺有食。我吼真济咱时代甲咱食好，甲咱做见证啦吼。啊，我这毋免阁讲啊吼，我即摆所在线卡甲恁斗接电话，因拢总满线。我来用即个遮优惠的介绍，互咱观众朋友吼，恁电话要赶紧卡哈。我们今天大组的10盒，我咧讲哦，我咧讲哦吼，阮吼50组就好啊，50组就好啊哈。来电话即摆开始互恁卡吼，啊恁来听吼，看人客食的时阵，安怎甲咱做见证啊？我来线卡接电话。甲订买迄个鸵鸟精，我著麻甲骂，我会骂甲拢揪甲足疼的无。啊，我毋著早暗拢2粒，控制半个我就食好。我着一排我暗棍甲2斤的瓜芒拢好。哟，啊都两支骹拢开都开了啊啦。嘿是。以前拢真顺软的，行路拢。行甲真艰苦，行都着啦。啊，即马食了，我较会行咧。我阵仔开过来，安尼医生植物医生，我无效，啊，落要食恁拖精都全好去啊。我较重，我一只2粒啊，食2粒，食即摆就10块外就好啊。哦，你迄鸵鸟精吼，袂歹呢。嘿，我本来骹吼，跍咧爬袂起来吼，搁人硬将爱听一直叫哦。
啊，这食一礼拜呢，效果足好。来，哦，来感谢阮的丽萍姐啦，吼，来观众朋友，即摆电话开始互恁敲，嘿，喂，你好，喂，嘿，阿姐哦，你新我要品，订产品，哦好，你要鸵鸟精吼，好，啊，你要大做小做的。大多的。哦，大做的吼，好，你等我者吼，我来下，我来下线吼，来刷卡甲接落去哦吼，观众朋友啊，今仔这组咱的龟鹿鸵鸟精10盒，每一盒剩600块尔。而且拢总是摕到60粒装的，你今仔你若平常时保养，一工食一盖，一盖食2粒就好啊。但是你若是讲真艰苦，哇，起落落，真正有当时要出门都有困难呢。你互我拜托的，你早晚各2颗，青头甲食有较重一点啊，早晚各2颗，有改善的，再搁改转来2粒就可以啊哦吼。来0800815181哦，足侪咱时代食好，甲咱斗相报。喂，正义大哥。喂，大哥，要一组吼？鸵鸟，那个骨头鸵鸟精啊。嘿，啊6000的吼。我叫大组。哦，大组，谢谢哈，大哥，你之前有叫过啊，对无？我当时你搞。好，我跟你讲吼，你等偌济哈，来刷卡甲接落去哦吼，来刷卡甲接落去，当时会交甲大哥讲者啊吼。来电话继续卡08008151810800815181，我无定讲，因为吼即摆原物料拢总起大价，观众朋友啊，你敢知影运输也起价，材料嘛起价，但是呢，芳林这组龟鹿鸵鸟精拢无甲咱观众朋友起价，包括内底成分啦，拢总无甲你念着哦。所以讲你食着，你真正食了好，你甚至有走卡去啊，你。较紧搁转来哈，嘛是搁转来哈，所以讲吼，观众朋友啊，你若经验过就知影啦吼。来，感谢观众朋友来，电话赶紧卡哈。咱这组，因为咱这内底成分哦，成分因真纯，内底搁加 MSM， 吼，搁加一个安怎鲨鱼软骨，所以讲真侪时代食甲足有感觉的哈。美香姐姐你好，美香姐啊。现在要卖这鸵鸟精啦。哎，啊，你要大组哦。最多就好了。我下凯哦嘿，啊，谢谢美香姐哦嘿，好。当时再讲。哎，来，明仔2工内底哦嘿，好，好，谢谢，来，玉珍姐，对不？玉珍姐你好。出版的做这检验报告的时阵，对不吼？来，你刷卡吼，你等偌济哈，来，玉珍姐要落刷卡吼，刷卡甲来17刷甲接落去哦吼，08008151810800815181，这项。咱的龟鹿鸵鸟精真正是甜的软的，包括讲观众朋友，你人真先真咱你家食看卖啊咧哦吼。来，贵珠姐你好。大组的啦。大组哦，贵珠姐捌食过无？捌。捌咯，啊你食了安怎？你无甲咱？食了较好啊。较好，啊你本底是安怎？就骨头有一半有遐拢会疼。嘿，哦，骨头拢一半有遐拢安尼揢艰苦吼。啊，即摆食了就较骨溜，较轻松咯吼。恭喜你，哈。几点啦？拢有甲你交关啊，我喊你敲电话。安尼吼，谢谢你哈，感谢你斗相报哈，你即摆咧卡就咧甲我斗相报啊哈。好，啊你大组这真正有信用，这不是即摆演出是这个广告呢，演广告。你好，喂，7档以上。来，大哥你好，你新朋友吼。你好。嘿。啊，你要大组的吼？我大组的，我大组的。你等我，你新朋友，我叫刷卡甲你下开了嘿。好，谢谢，来。刷卡甲接落去哦吼，来，谢谢08008151810800815181，来，感谢咱观众朋友哈，即摆互江林来唱一首歌，芳林来刷卡甲恁做服务哈，电话搁继续卡吼，互你袂搁再卡的，互你来足困扰的，像讲人有神懒，这拢总我都甲恁观众朋友拢总甲你顾咧哦嘿，0800815181。谢谢，安尼来，我来刷卡，甲恁观众朋友做服务哦。老师，你准备哦，嘿，喂，你好。来，唱歌甲恁观众朋友感谢。流浪天涯破耳达，电话继续我卡。风莲
添阮寂寞心情。红色的吉他破在胸前，可爱的吉他，心爱的吉他，会破在阮的心内，流浪过生活。大乱世，因何去变化？想起来，总是阮运命。无人行，行这条黑暗的街路，到底声因阮心来惊吓，可爱的吉他。你甲我做着重视的伴侣，到今夜只有你甲我。那色的暗淡街路顶，照出阮流浪茫茫前程。可爱的吉他，心爱的吉他，只有乱的心声，为着伊看破世情，抛魂走天涯。期待着好一支光明。谢谢。流浪天涯伴伊搭，感谢哈。这首歌你弹唱，感觉足适合的。农村安尼吼。好来，感谢咱观众朋友来线卡，今仔有很多位新朋友吼。好，感谢你新年芳临，感谢你新年光临，绝对袂互恁失望的吼。咱有真侪时段讲，我咧讲啦。你骨头一定要顾用，咱若讲要起起落落会顺畅来讲，你着骨头一定要顾用。爱行路啊！对啊，啊，搁刷落呢，你有当时骨头用，但是你安怎
你内底加脂无够，润滑度无够的时候，你就安尼卡啊，对无？电骨、软骨，这拢总爱甲你顾咧，啊，搁说了，甲你听完顾本，你人骨头拢总拥有，但是足无元气的啊，这项都是拢总甲你照顾掉。大贴的，大贴的吼，遮大只的哈。后来，即摆来邀出着咱拄则有足侪咱观众朋友敲电甲咱互动来邀歌对无？我即摆来邀出一位观众朋友，吼，今仔日咱正讲今仔来谈啊，来哦。我拢感觉我爱摇摇。什么人？杨新慧姐姐，新慧姐姐，恭喜你！恭喜你啊！音乐甲走落去。恭喜！咱观众朋友吼，拢啊，我拢抽啊久抽袂着，像阮这新慧姐，大概啦吼。不是抽着就无遗憾啊。啊，就毋是啦，这有当时嘛照公平。你像讲迄sen树哥哥就好啊，sen树哥哥吼，点歌也好，还是讲开药奖。你敢知有一届哦，一礼拜内底就着2届呢，啊，都真歹讲啊吼。啊，我这拢总公平的啦哈，谢谢大家。啊，我今晚伫遮甲咱观众朋友讲哦，我小等录这部了，我伫线卡继续甲恁做服务吼。啊，恁今仔日你有听到芳龄，你看嘛，遮大组，遮尔优惠，遮济人有咯。安尼会当甲咱顾遮济项吼，我咧讲，而且吼有一项一定要甲咱观众朋友报告，真济时代讲，哦，我伤素是袂使食哦，我今日牙会哦，这经过萃取过了后，这叫做专利的时候，无17对，啊，我咧讲，毋是无17啦，就是讲伊吼袂互咱观众朋友牙会啦，哦，所以讲念囡仔就会使食呢，哦，咱曾经有啊，对，咱小姐姐。迄阿孙的啊，拄当伫咧当墙，你敢知影？迄个暑假2个月哦，悬11公分，大够看就对啦。够看，系啊，像德顺那个款啦。11公分很高了，用就对啊，放你来2个月尔呢。好，阿嬷用这回食，所以讲观众朋友，如果你厝内底有迄啊孙啊，当年啊当墙，你甲试看爱吞的哦，吞的吼。好，来感谢，谢谢。